加埋嗰啲採光成個感覺，哇！大落地玻特璃，別舒服。完全就係大平層俾我嘅感覺。睇下我哋一個廚房喺隔離咧，係做咗一個開放式嘅廚房。呢個廚房我就中意啦。Hello， 大家好，我係細細啊。Hello， 大家好，我係 J 仔。今日嚟到泰豐木馬湖呢個樓盤咧，咁啊，大家最關心一定係一個問題先啦。泰豐木馬湖離香港究竟有幾遠呢？會唔會講咗個哇成1000公里幾個鐘車程嘅樓盤呢？咁其實由泰豐木馬湖去到蓮塘關口總共有4種交通方式嘅。咁時間咧平均都係喺1個小時左右。咁我就先講我通常用平嗰2種啦，貴嗰2種留翻俾富婆細細講啦。咁第一種方式咧就係搭地鐵，由呢度泰豐木馬湖門口坐266號公交車去到沙田地鐵站，大概係使用20分鐘嘅車程。然之後從沙田地鐵站搭14號地鐵線，中途再轉地鐵就可以到達到去福田口岸或者蓮塘關口啦。咁總共嘅時長咧大約係1個鐘，費用咧就係40蚊至50蚊到，包括埋由福田搭火車翻到去香港上水站嗰段車程啊，總共係50蚊左右。咁第二個選項咧就係搭高鐵，由泰豐木馬湖出發去惠陽高鐵站咧，總共係15分鐘嘅車程左右。咁如果你叫滴滴打車，大概係10至15蚊啦。然之後由高鐵搭2個站去到西九龍，總共成個路程嘅時長係1個小時，費用就係100蚊左右。咁仲加方便嘅咧，木馬湖呢個小區咧，佢係有樓巴嘅，直接去搭到係蓮塘口岸。佢嘅一個車嘅費用係13個8嘅，直接到蓮塘口岸，然之後直接係可以轉港鐵到達香港，大概一個時間咧係40分鐘左右。而且或者係話你唔想咁麻煩，你直接咧可以叫個順風車搭車到蓮塘口岸，45分鐘左右，大概一個費用咧係80幾蚊嘅，直接就可以到達蓮塘口岸，再轉到港鐵到香港啦。咁啊，呢個富婆最經常揀就係打滴滴，方便啊嘛，係啦。咁周邊嘅一個配套咧都係相當嘅成熟，因為木馬湖呢個社區佢係位於大亞灣西區萬達片區啊，呢個黃金地段，呢個核心地段嘅，佢周邊呢啲配套啊係特別成熟嘅。由木馬湖出發到萬達廣場咧，其實只有400米嘅路程嘅啫。咁萬達廣場就屬於係呢個片區最大嘅一個商業綜合體啦。而萬達廣場背後咧就係靠住東聯菜肉市場，就係等於我哋俗稱嘅街市啦。咁其實生活所需嘅食物啊、雜物啊、日常所需嘅用品啊、柴米油鹽都喺嗰度買到噶啦。咁除咗萬達商場咧，仲有一個大嘅商場就係益田商場，500米以內都可以過去嘅。而且呢個商場咧隔離係有華美達嘅5星級酒店，而且我哋嘅一個寫字樓。最重要係大家關心一個教育問題，周邊嘅一個教育配套咧都係相當嘅一個成熟啦。因為我哋嘅小區入邊係有私立最好嘅一個私立學校係培文，係啊，而且咧我哋公立嘅都係大灣最好嘅一個公立學校，就係大灣一中，而且咧係西區八小都係喺屋企門口嘅。幼兒園就唔使講啦，幼稚園周邊好多幼稚園10幾間嘅，然之後我哋木馬湖本身嘅小區入邊係有幼稚園嘅，隔離咧行過去又有熊貓嘅幼稚園啦，陽光盛飛嘅一個幼稚園啦，而且公立一個中心幼稚園都係有嘅。而點解冇提及到呢啲學校嘅路程呢？因為就根本就係冇路程嘅，呢啲學校全部都係同木馬湖係背靠背嘅。基本上你一行出去木馬湖呢個小區，隔離就已經係博雅培文啦，對面就已經係第一中學啦。所以可以講泰豐木馬湖呢個樓盤，從商業、教育、交通所有嘢都係非常之完善。咁呢一棟咧係超高層啦，一共係有46層嘅。咁總共一層咧係有6個單位，3部電梯，3梯6戶嘅戶型。咁我哋先去睇下呢2個單位先啦。咁我哋而家睇嘅係89方啊，3房單位，2個洗手間。係。咁呢度你睇到嘅所見即所得就係交付標準嚟㗎啦。一入到嚟睇睇呢度係厚實嘅門先，已經開發商標配咗指紋密碼鎖俾你啦，又慳翻咗幾千蚊啦已經。後邊就係做咗成排嘅鞋櫃咯，直接一入嚟就喺呢度。由底到頂嘅鞋櫃收納，我諗至少都擺到3到50對鞋啦，可以。對面呢班係廚房，睇一睇呢個 U 字型嘅廚房，呢個空間可以點樣用呢？一部雙開門嘅雪櫃都一定夠位啦。咁
咁然之後再睇下，無論你見到嘅呢啲消毒櫃啊、爐具啊、抽油煙機啊、櫥全部係櫃，標配咯。全部都係標配噶啦，開發商已經配好晒噶啦，所見即所得。係咯。一入嚟就係我哋嘅餐廳同埋客廳係一體嘅。呢個位置係餐廳嘅位，其實完全咧，豪仔我哋係可以放一張6人位嘅一個圓台咧，都係夠噶啦。如果人多嘅話，放張圓台；少人嘅話，放張4人台方形嘅台，空間絕對足夠食飯。呢個空間應該係有3.5米啊。係3.5米。3.5米夠89個方做到3.5米都係好闊噶。呢度擺張 sofa，對面咧係可以直接放個電視櫃，80寸電視，下面擺個電視櫃，都完全係夠噶啦。呢度中間擺張茶几，擺下啲雜物生果啊、水杯啊，空間好實用。我見到呢個陽台係佢一個特色喎。成個長度應該係有6.3米噶。呢細面積單位咧，好少做到陽台咧係有咁大啊。係呢一個陽台可以話呢個單位最大嘅賣點，即係好少見到80幾平方米可以做到咁長嘅陽台。我哋睇一睇呢個陽台嘅景觀先。咁仲要我哋而家呢個示範單位係9樓啫喎，如果係更加高樓層，可能去到20-30樓，望出去視野更加遼闊，因為你見到我哋前面咧，主要都係一啲學校嘅操場啊，冇咩特別高嘅建築物啊，建築物擋遮擋咯，唔會遮擋到視線，咁望出去非常之遼闊，景色非常之好。其實喺低樓層嚟講咧，我哋依家可以感受到佢一個採光都係特別好嘅。佢樓下就係培文係嘛？係培文嘅操場、足球場。咁嗰邊咧就係大話一中公立嘅學校，咁小朋友咧直接咁就好方便啦，接近6樓就直接自己去翻學啦，唔使家長送啦係嘛？你直頭喺度目送佢翻學都得啦，望住佢行翻去學校。呢間房係連住我呢個陽台係直接連住呢間房可以出嚟嘅喎。其實呢間房可以作為長輩咧住咧係特別舒服咯，因為佢係朝南嘅話，直接係出到陽台呢個採光係特別好啊，陽光特別充足咯。即係住到呢啲有陽光嘅房係特別，即係話對身體都對健康都好啲。係啊，同埋佢連住露台到時出面整個生活陽台，佢出去洗手啊，任何嘢都比較方便啦。出去曬太陽。佢呢個房間直接出嚟咧，其實我哋對面度就係一個客廁啦。其實佢老人家平時咧洗手間上落都係特別方便嘅咯。咁睇到呢個客廁、洗手盤啊、馬桶、乾濕分離都有。咁呢度係暫時因為開發商未裝個玻璃趟門啫，到時係會交付係有乾濕分離嘅。咁你睇下呢啲，所以睇到呢啲洗手盤同埋馬桶呢，所有都係標配咯，即係話直接你係直接住入嚟就係有㗎啦。洗手盤嘅鏡櫃啊、燈光啊，包括裡面電掣所有嘢都係已經做好晒俾你㗎啦。呢間房係咪都係一個係計算一半面積嘅咧？係啊，呢間係屬於陽光房，有一半面積咧係贈送嘅，咁實際你俾錢就係買一半面積嘅啫。咁兩邊嘅採光，採光非常之好。咁其實視乎你點樣用啦。如果你唔中意灰塵嘅，到時封個窗，攞透明玻璃封咗佢，咁攞嚟做一間客房又得，攞嚟做雜物間又可以，甚至攞嚟做一個待客室、茶室都可以。都可以啫。咁呢間就係主人房喎，佢係帶一個獨立嘅洗手間咯。呢個洗手間又係一樣，啱啱同客廁提到啦，都係全部所見即所得，可以做埋乾濕分離。咁然之後，星盤啊、鏡櫃啊、廁所、電掣、燈掣，所有嘢都已經配套晒啦。佢呢間主人房咧都係好闊喎，呢個係做個飄窗，呢個飄窗後期應該係可以打咗佢噶。咁然之後呢間主人房放一張床，放中間都可以啦，直接都係可以夠闊嘅3面6床啊。貼牆再做一個雙人到頂嘅衣櫃，空間係絕對夠用嘅，非常之實用呢個面積。89個方，咁係咪即係話呢個單位咧係唔使俾首付，直接每個月3500搬入嚟住？零首付，3500蚊月供，咁只要買啲心儀嘅家私，就等於係拎包入住噶啦。好，咁睇完頭先嘅單位啦，我哋再嚟睇第二種戶型，呢一個123方嘅4房。好，一入門呢度咧，直接左邊係做咗一排嘅鞋櫃咯，同頭先一樣咯。呢邊咧係收納嘅空間係特別足嘅。咁啊，仲有鏡可以出門睇下儀容有冇整理好啊，放下啲鎖匙啊、雜物啊，都係非常之實用嘅。
呢邊一樣同樣咧，第一間房咧都係計算一半嘅房本面積。呢間陽光房只係計一半面積收錢嘅啫。咁到時又係視乎自己需求，做咗風窗，睇一睇個景色。陽光房都係望到湖景㗎。咁如果屋企人多嘅，可以攞嚟做客房啦。如果人唔多嘅，攞嚟做玩音樂嘅地方啊、健身啊，各樣都係好適合嘅。佢入門嘅一個右手邊咧，就係我哋嘅一個客廁咯。其實呢個客廁嘅空間係特別闊嘅。睇下我同豪仔兩個人咧入嚟呢度咧，空間仲係好闊，而且呢個位置咧仲係有一個淋浴區啊。其實四五個人入嚟咧都係冇問題嘅。一樣做埋乾濕分離，見到嘅嘢所見即所得啦。鏡櫃、發燈嘅鏡櫃、插頭、電掣、大星盤、儲物櫃，所有嘢都已經配套好啦。一入嚟就係南北通透嘅一個餐客廳咯。呢個就係呢個戶型最大嘅賣點，南北通透，採光好，都係。然之後兩邊都係望到湖景嘅。咁佢呢個開發商嘅一個設計，呢一個係算係半開放式嘅一個廚房咯，視乎睇你點用咯，係嘛？睇一睇呢個空間又係一樣可以做擺一個雙開門嘅雪櫃啦，然之後所有嘅標配咯，三件套，消毒櫃、爐具、抽油煙機、廚櫃。咁然之後咧，配咗呢個三段式嘅燙門啊！如果係經常煮嘢食油煙大咁，可以燙埋佢啦。然之後呢張長台就幾有意思嘅。如果屋企人多，唔係話經常煮食，兩個人食飯係咪就係咁？擺張高凳就係一張高吧台啦，已經。咁你呢度做嘅話，呢度係可以完全可以做一個就一個大橫廳，你隨便你點發揮點用都得。但係如果你話屋企人多嘅，完全擺得十個人嘅位嘅台咯。整張大圓台，一家人一圍12人都冇問題，空間絕對夠。其實呢個景觀係特別靚嘅，望出去咧係可以睇到湖景嘅咯。咁想像下坐喺呢度食緊飯，睇下出邊嘅風景，係特別舒適嘅。飯都食多2碗啦，打卡都出片啊！係啊，咁大個湖。其實我哋客廳呢個空間係特別闊嘅，123方可以做到佢成個空間呢個闊度係有4.2米嘅咯。呢邊係可以放張 sofa。應該係 sofa 可以喺對面。係 sofa 喺我呢邊。對。呢度放張 sofa， 對面放部100寸大電視。感受下一個空間感。補翻個電視櫃，然之後大嘅茶几，其實仲係好靈活，絕對係可以喺度跑一圈都仲得啊！係直接連住呢個陽台都係一個呢個戶型嘅特色咯，又係有7.2米嗰個長陽台係特別闊嘅，而且佢同樣咧都係睇到湖景嘅，無論係餐廳嘅位置或者係我哋客廳呢個位置咧，都係同樣可以睇到呢個湖景，可以睇下呢個景色係特別靚噶。然之後咁長嘅陽台，包括係日常嘅晾衫啊、洗嘢啊、種花、擺咖啡茶几、曬日光浴，所有嘢都已經係一定係足夠空間啦。係啊，而且佢同樣係一樣，呢個陽台係連住同一間呢間房噶，可以直接出到陽台啊。其實呢間房咧，同樣係做為俾老人家住咧，係特別舒適嘅。採光好對健康都好啲啦。咁同埋佢嘅優勢就係個陽台同呢間客房共享。咁其實老人家出去中午曬一曬太陽，整張搖搖凳曬一曬日光浴，特別舒適係嘛？幾寫意啊！對面呢間房係可以作為兒童房咯，都係夠闊㗎，而且成個大飄窗，同樣係睇到成個湖景，一個湖景嘅景色都係特別靚啊！然之後間隔都好四正啊！呢間兒童房或者客房都好啦，正方4方實用。咁我哋入嚟睇下最入邊呢間就係我哋嘅主人房啦。主人房咧係有20幾個平方，同樣咧佢係帶獨立嘅一個洗手間啊，喺呢個位置，而且呢個洗手間同樣都係乾濕分離啊。咁洗手間呢個設計就比較好，佢拐咗入嚟喺個拐角度就比較有隱私性，感覺就好似同客房同主人房嘅主人床有啲隔斷咁樣，咁啊私隱性比較好啊。咁同樣裡面一樣，馬桶乾濕分離，空間都係非常之大嘅，轉身你中意點樣沖都得。咁我哋呢度同樣係可以擺到1.8米嘅床喺中間，可以3面落床，係空間仲係一樣好闊嘅，而且訂衣櫃啦，衣櫃呢個位置可以再做多一排衣櫃啦，空間仲係好闊嘅，而且佢成個一個窗咧都係比較闊嘅。係呢度可以做個大衣櫃床，嗰度可以擺張化妝台啊，女士可以整塊鏡咁樣。咁呢個單位咧同樣係零首付嘅，而且咧每個月係去到5200就可以搬入嚟啦。一樣買好家私，直接拎包入住。好，咁今日一齊嚟睇下呢個143平方米4房嘅示範單位。
一入嚟咧，我哋睇下呢個空間咯，佢係贈送咗一半嘅開發商、發展商咧。呢個陽光房咧，總共9平米，咁啱啱細細提到啦，有一半係開發商贈送嘅。咁你睇到呢間陽光房採光非常之好，兩邊採光啊！示範單位就做咗一個類似待客室啊、玩音樂地方啦。咁其實仲可以做好多用途嘅，譬如你中意飲茶嘅，做張茶台攞嚟做會客室都係非常之好。可以啦，對面呢間咧係客廁。好，咁睇睇呢一個客廁啦。你唔好以為佢係客廁空間就好細喎，乾濕分離一樣俾到你。咁啊，坐喺度空間絕對足夠，媲美得上香港嘅主人廁。再入嚟睇下咧，呢個空間60幾個方嘅廳啊，客廳、餐廳加起身嚟60幾個方，係特別闊嘅。如果你啱啱唔喺門口，我哋睇到143平方米，單純講呢個廳俾我感覺，我覺得似係大平層200幾方嗰種大平層。因為佢成個闊度咧係有6米噶，然之後佢呢個長度係有8米啊，相當於咧即係200平方嘅一個空間咯，特別闊咯。咁啊，其實我諗都仲有個原因，因為咧呢個示範單位咧，開發商係做咗一個風窗嘅設計係嘛？係話係啊，佢係咪呢個陽台打咗咧，做咗成個風窗咧，成個空間就仲加大。加埋嗰啲採光，成個感覺，哇！大落地玻璃，特別舒服，完全就係大平層俾我嘅感覺。咁你睇下我哋呢個電視背景牆，你最中意睇電視，成日去睇戲嘥埋啲錢。呢部電視牆買部102寸嘅電視俾你，你仲使乜去戲院啫？直頭好過戲院添。可以。呢個係餐廳嘅位置啦，然之後發展商呢度咧係做咗一個6人嘅長台咯。睇下我哋一個廚房喺隔離咧，係做咗一個開放式嘅廚房。呢個廚房我就中意啦。你梗係中意啦，你又好少煮餸嘅。係咯。叫你炸少少嘢，你都係油煙大。咁呢一種人咧，即係好似細我 partner 咧，佢就適合做呢種開放式廚房啦。咁其實呢個開放式廚房優勢就係成個客廳同埋個餐廳係融為一體嘅感覺。空間感咯。係啦，做到好大空間感。咁但係都視乎你嘅飲食同埋煮食習慣啦。譬如唔係好似你咁懶嘅，你係中意炸嘢、煮好多好嘢食嘅，咁你咪唔好做開放式廚房封住佢咯。都可以嘅。呢個北面呢個陽台咧係睇湖景嘅喎，哇！呢個景觀就靚咯。先睇睇呢個湖，哇！喺呢個陽台度望住呢個湖景，樓下遊樂設施睇住小朋友玩，幾寫意啊！咁啱啱有提到細呢度對面南面嘅陽台做咗風窗，你會唔會以為北面陽台夠唔夠用啊？做生活陽台完全夠用啦，而且又闊。呢度係做咗一個放洗衣機嘅洗衣台咯，係咯。放個洗衣機，再放埋個上面裝個電動晾衣架攞嚟曬衫，有太陽曬啲衫先唔會臭啊嘛。其實你喺呢度放張搖凳啦，飲杯咖啡啦，望下呢個湖景咧係特別寫意嘅咯，特別舒服。我覺得好過去星巴克啦已經。可以。我哋睇下呢個休息空間咯，你有冇睇呢個走廊係冇咩浪費空間㗎？嗱呢條走廊嗱，細你過嚟睇下，2個人完全唔使話撞手撞腳，唔使側身過，一定夠晒過。咁啊，走廊一入到嚟就係兩邊客房啦，睇一睇呢間客房先。呢間客房採光景色望住呢個湖，幾寫意坐喺度。如果我唔話俾你聽呢間係客房啊，呢間話係主人房，你都已經相信啦。對面呢間房都係有10個平方喎，豪仔，佢係做咗個兒童房咯。然之後咧，佢係亦都係成面嘅一個採光，做咗小朋友嘅書台，完全咧都係夠闊嘅。而且我哋後期呢度咧可以做個衣櫃。哇！真係奢侈，小朋友房，我大人間房都冇咁大。係話。咁啊，睇完2間客房係咪以為好大啊？驚喜喺裏面，主人房。呢個主人房有30個平方嘛？哇！30平方已經喺香港係一間屋嘅大細嚟㗎咯喎。咁啊，睇一睇呢邊先。呢度咧算係成個主人房我最中意嘅空間。咁其實佢本身係可以設計做衣帽間嘅。咁開發商呢個示範單位咧就改做一個浴缸同埋一個雙人嘅洗手盆。話細你話夜晚浸住浴缸，望住湖景，再整杯香檳，幾寫意啊！而且佢嘅呢個雙面台咧都係夠闊嘅空間，即係話唔使你爭我，我爭你啦。
唔使爭啦，唔使話我刷牙刷得耐啦。誒，睇下佢入邊呢個空間好似仲驚喜喎。即係以為係啦外面擺浴缸係咪剩翻廁所同埋沖涼地方好細咧？絕對唔係。嗱，廁所馬桶夠位轉身，入邊淋浴嘅地方又轉到身嘅喎，仲有乾濕分離添，絕對係驚喜啊！放咗1.8米嘅床咧，仲可以三面落床，呢、個空間係特別大嘅。咁啊唔使鬧交啦，你知最多鬧交係咩咧？夜晚想屙夜尿，喂，起身讓一讓我落床啦。你呢度你中意呢邊落得，完全唔使爭你一邊我一邊嗰啊邊落又得，呢啲就係闊落啦。係咯咁同埋呢間主人房咧，仲有一個好好嘅優點，南北通㗎，兩邊都有窗，空氣流通，採光都非常之好。後期其實呢個飄窗呢個位置係可以將佢敲咗去噶，嗯我哋做成間房咧係特別仲增加佢個空間咯，咁仲大咯。貪心啊，仲唔夠大，仲嫌細啊！哇！住大啲，邊個唔中意住大屋啊？你真係識嘆。好，咁睇完呢個單位143平方米嘅單位，大家唔知中唔中意咧？咁呢個單位咧，其實均價咧就係12,000蚊。蚊，佢嘅首期咧係去到即係可以俾個8-9萬蚊，每個月係供到6,700左右嘅。咁就可以擁有呢個單位啦。係啦，啊，我今個月俾心機啲做嘢，嗯我諗嘅。